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最近熱熱鬧鬧的樓市小陽春終於已經過去了，整個媒體整個網上也清靜了很多。樓市到底怎麼樣呢？我們看看這個摩根士丹利他是怎麼說的。這個摩根士丹利在他最新一期研報裡面，他說與2025年3月市場預期相比，2026年4月的房地產市場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多項指標顯示基本面並未改善。具體來看，一線城市新房去化周期從18個月增加至23個月以上，二線城市則從23個月拉長至30個月以上。同時 63% 的樣本城市二手房掛牌量仍在增加，庫存壓力加大。此外，一線和二線城市的租金指數持續低迷，租賃市場疲軟，難以對房價構成有效支撐，這使得當前的市場環境比1年前更為複雜。說通俗一點，小陽春它主要是二手房小陽春，所以跟新房庫存那就沒有一點關係了。大家買二手房去了，那新房就更難，庫存去化就更慢。這是第二個，按道理這個二手房一火啊，二手房掛牌量應該下降。這個大家能懂嗎？就二手房都賣掉了嗎？沒有那麼多人說馬上又掛出來賣，也就是二手房越火，二手房掛牌量應該在下降。甚至有的房東一看房價漲了，他還開始惜售了，本來掛牌賣的不想賣了，這是一個正向循環。但是摩根士丹利說 63% 的樣本城市，也就是2/3的樣本城市二手房掛牌量還在增加，那你怎麼解釋？這小陽春變得更加複雜是吧？這第三個，租金沒有漲，租金還在降。租售比是大家喜歡拿這個來考察的，不對？這個樓市有沒有穩住？那租金在下降啊，所以摩根士丹利認為，那現在這個樓市跟去年相比更加複雜，還複雜在哪兒呢？我們再看全款買房的人越來越多，這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一個叫丁祖玉的，他發了一個文章，標題叫“這屆購房者不想貸款了”，今天下午2點發的。他說，近日全款買房不脛而走。深圳貝殼研究院發布的2026年1季度數據顯示，深圳二手房成交中全款買房占比約 25.1%。在成交總價200萬元以下的剛需小戶型房源中，全款購房的比例高達 34.1%， 也就是至少1/3的200萬以下的這個購房者就是全款買了。這意味着深圳每4個人中就有1個人全款買二手房，其中買200萬以下的更是3個人中就有1個人是全款。從貸款買房到存款買房，背後是購房者心態更趨理性的選擇。過去高增長時期槓桿拉滿的做法已不再適用於當下。這個就是我們這個節目最近這2年一直說的，全款買房實際上就是消費。我有錢，我錢也夠了，那我就買，至於它漲跌我也不在乎了，聽天由命吧。這是很多剛需房無奈的地方，那他有200萬，早買早享受吧。說白了，這是一個觀念的在轉變，它實際上已經把這個買房變成一個消費了，潛意識裡面。這文章說，數年前全款買房曾被視為不明智的選擇，那當然了，房價漲的時候你為什麼要全款買？你得加槓桿，你那200萬買房，全款買個小房子，你不如200萬首付，完了之後你買一個更大的是吧房子，那這樣房價一漲翻倍，那才叫来劲了，对不對？在房地產行業上升期，用20%到30%的首付撬動100%的資產，房價上升所獲得的收益率遠高於房貸。在未來收入預期上升期，剛畢業時的月供壓力也在幾年後加薪中變得游刃有餘。然而，據深圳貝殼研究院發布的2026年1季度數據，深圳二手房成交中全款買家占比約占 25.1%， 在成交總價200萬元以下的剛需小戶型房源中，全款購房比例高達 34%。 全款買房的人變多了，這為什麼買200萬的呢？說明這都是剛需啊！你讓他買1000萬的他買不起，也攒夠1000萬的，你說那攒到什麼时候啊？就昨天節目咱們說了，一線城市如果夫妻倆不管是北漂還是沪漂還是深漂，一線城市夫妻俩人如果有一個在大厂上班，
那他們省吃俭用，10年攒個200萬是可以的。但是这也仅限于这个一线城市，而且你得有一个人在大厂，如果2个在大厂，那就更有可能能攒200万了。全款買房的人變多了。事實上，2023年至今，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已連降3年。2025年4季度，個人購房貸款餘額約37萬億，較2024年同期下降 1.78%， 較2023年1月較高點降了 1.93 萬億元。貸款餘額的變少，一方面是買房的人變少了，另外一方面也是槓桿率在變低，也就是大家勒緊褲腰帶在還貸款，提前還。2025年4季度宏觀槓桿率報告顯示，居民部門槓桿率已從2024年 64.1% 回落到 59.4%。2025年居民部門債務增速為 0.5%， 創歷史新低，其中房貸增速預計為負的 1.5%， 略低於上一年的負的 1.3%。自2023年2季度起，已連續11個季度負增長。央行最新發布的2026年4月社融數據顯示，4月居民貸款減少7869億元，同比多減2653億元，其中短期貸款減少4462億元，同比多減443億元。中長期貸款方面，4月減少3408億元，多減2177億元。這說明2020年至今，居民加槓桿意願依然較低。在全款買房興起的背景下，最重要的一點是房價便宜。從重點32個一線、1、2線城市2025年套均總價來看，大部分城市無論新房還是二手房，套均總價都在300萬元每套以下。即便是一線城市，二手房套均價也大多在300萬元每套以下。這就是我剛才說的，對不對？一線城市你夫妻倆玩命的攢10年，也就是這點錢，你全部拿來買房子了，逼得沒辦法，剛需啊。套均總價代表的是所有房子成交總價的平均數。若以成交結構來看，即使是房價相對最高的上海，200萬元每套以下的成交也在 44% 以上。這代表如今大部分城市100萬即可買房，較低的購房門檻使得全款買房成為可能。央行發布的城鎮儲戶問卷調查報告數據顯示，2025年第4季度，全國50個城市2萬戶城鎮儲戶收入信心指數為 45.8%， 比上季度下降 0.2個百分點。該信心指數自2023年第1季度達到 49.9% 高位以來，整體呈下降趨勢。在未來收入預期沒有改變之前，居民貸款意願依然保持低位。當前這一輪市場復甦主要以一線城市的低總價二手房為主要推動，如上海200萬以下二手房佔 44% 以上，這背後是剛需群體的入場。這一點同樣可以從3到4月小陽春剛需改善盤表現更為出色得到印證。對於剛需群體來說，價格是極關鍵的決定因素，除了總價之外，房貸利率和成本也是其關注的焦點。以往房地產行業上升期，房價上升所獲得的收益覆蓋了房貸成本，如今增值預期逆轉，持有成本開始凸顯，未來確定感和安全感將是成為更重要的議題。這個科爾瑞董事長丁走玉啊，他發表的文章，我們要從他這個信息裡面還要得出一些其他的結論，是吧？不論是北京、上海、深圳，都是200萬左右的房子是主力。第二個，就更多的人願意全款買，那這個就意味着我們明年這二手房恐怕你很難像今年這樣火爆。這個樓市為什麼能夠火爆？主要是銀行推不出來，主要是借錢，是吧？槓桿。那現在大家都不借錢了，雖然大家還買房的，小陽春二手房創新高，那都是剛需啊，是沒辦法被逼的。這些人不是炒房，這炒房的就加槓桿，他不是炒房，他是被逼的剛需。那這樣的實際上就是相當於韭菜根都給你刨掉了，對不對？明年哪還有這麼多人能攢夠200萬呢？300萬的？上海的二手房現在也是直線下降了。5月20號以後啊，這成交量是一天比一天少了。我看26號上海二手房成交是688套，大家記得吧？以前它動不動是1000套嘛，1200套、1400套、1600套，創新高。現在只有688套。
也就是不行了，也就是這個小陽春、上海都過去了，那其他地方更別提了。這個轟轟烈烈的小孩上學、學區房、剛需房這一波算是過去了。我們再看最近網上炒的比較火的就是廣州國企下場要收購二手房收儲。中國房地產報報道，收儲二手房，廣州打通賣舊買新，持續鞏固樓市企穩向好。文章說，這次收儲的主體是廣州安居集團。會上，廣州安居集團表示，該機制以政府引導、市場運作、自願參與為原則，採用市場化方式收購符合條件的二手住宅，試行期至2026年12月31日。收購範圍明確為總價300萬元以內，建築面積70平米以下，位於廣州環城高速以內的二手住宅，樓齡不限，但要求產權清晰、無抵押、查封以及安全隱患。上海好像也是這樣的，上海這個收購也好像是300萬以下，所以我就覺得這些地方它到底是真心收購二手房，還是什麼別的意圖？那大家看了媒体報道是吧？無論是北京、上海還是深圳一線城市，二手房都是以300萬以下為主成交的。那也就是说，300萬以下的二手房，它流動性不差，刚需房願意買，对吧？它能賣得掉。那你收這個300萬以內的，那不相當於是吧？你跟這些剛需的牛馬去競爭、去搶，對不對？不就這意思嗎？那你拖400萬的，對不對？就是這是我個人理解。你要托市，因為300萬以下的這房子不難賣，你居然降點價都能賣得掉。不好賣的是300萬以上的。400萬的、500萬的，這房子不太好賣。那你政府你要托市，你收這些房子，那你300萬的靠他自己，市場自己就能穩住；400萬、500萬的，你政府去托住，這個樓市穩住了。但是我不知道，這無論是北京，無論是上海還是廣州，都收這種300萬以內的房子，想幹什麼？所以我個人感覺，他主要還是做樣子，喊喊口號啊。你反過來理解，就是你手上有個300萬的房子，你會直接交給這些什麼國企嗎？你肯定是在市场上賣的，賣不掉你才交給国企啊。你市场上能賣掉，你肯定是在市场上賣。所以这為什麼上海二手房這不收購到現在幾個月過去了，一共才收購500套。那上海一天都是1000套、1500套的二手房啊，結果他是收儲收了好幾個月才收500套，這效率能有多大影響？所以這很有意思。我們再看網上刷到一個帖子，說的是上海一個老阿姨賣房子。他是怎麼想的？他說這個阿姨在松江新城有套200平的複式，那就稍微遠一點是吧？這松江是不是外環外？按現在的市場價賣掉，大概能拿到500萬。他的想法很簡單，把這套大房子出手，給兒子換一套市中心中環內的兩居室，讓兒子以後上班方便點。可他方便了所有的房源，才發現自己的想法有多天真。現在中環內2010年以後建的次新房，單價基本都要10萬往上，一套100平左右的兩居，總價輕輕鬆鬆就衝到了1000萬加。他這500萬壓力大得不得了，也就是500萬頂多付個首付，完了之後還貸款500萬，那這500萬按揭呢？誰還？對不對？阿姨自己算了一筆賬，最後無奈得出了3個扎心的結論。第一個，要地段加這個次新房根本買不起，中環內次新房門檻直接拉到了1000萬以上，普通改善家庭根本夠不着。第二個，退一步，只要地段，也就只要位置，不要次新房了，要那个老破小也行，就這意思啊。那麼只能接盤90年代的老破小，中環內能買得起的基本都是房齡超過30年的老房子，貸款都難批，居住體驗也跟不上。那麼如果再退一步，只要新房位置不挑了，要新房，那居住體驗好一點是吧？只能往外環外找，想住新房只能去青浦、嘉定、閔行，通勤成本和生活配套跟他現在住的松江新城差別不大，折騰一圈沒有意義。最後這個阿姨自己想開了，就算房子能賣掉，她也不打算急着換了，就把房子賣的歸賣掉，但是她也不急着買了。等孩子大學畢業找到工作，看工作地點再說。買不起附近的房子，不如就讓孩子在單位附近租房，他自己拿着錢在松江再買套新房住，日子過得反而更舒服。什麼意思？也就是說他現在就把松江這個200平的複式掛着賣掉，如果能賣掉就賣掉了，
但是他也不急着買新房了，等着孩子畢業了，那些小孩估計上大几還沒畢業，等他畢業了找到工作了，在工作附近買得起就买不起就单位附近租房住。他等到那个时候在松江再买套新房，那意思就是松江的房价还要跌，就这意思。把他现在卖掉了，比如说400万卖掉的，或者500万賣掉，那到时候400万能买回来。北京也一样，这个三環邊上稍微好一點的房子，那當然都沒有新盤了，都是次新，那價格都不便宜，買一套的1000多萬，稍微大一點的。我有個朋友去年買了一套，還在三環外，我也沒有問太多，為什麼？他說他好像月供2萬多，我覺得他壓力挺大的。去年買的，今年估計已經跌了。今天在網上看到一個報道，說的是西安這個搜狐新聞報道，叫棚戶區改造5年又集體搬回舊房，純折騰老百姓。老街好不容易盼來棚戶區改造，2000多居民交出老房子，在外租房5年，滿心期待搬進新家，最後卻被告知項目黃了，得搬回早已破敗不堪的舊房，這下找誰說理去？據媒體報道，2020年8月，西安碑林區啟動了三學街周邊棚戶區改造項目，2000多戶居民在簽訂徵收協議並交房後，卻一直未獲得安置。原定於2023年8月前，在國際港務區信衛家苑完成異地安置的承諾未能兌現。2025年5月，碑林區政府突然發布通告，終止徵收工作，並要求已搬離的公戶居民搬回原住房。當地居民對此事非常困惑。黃女士表示，所有的政策都是政府做的，我們只是跟着走，現在受損失的卻是我們，特別無奈。三學街是陝西省及歷史文化街區，因為建築年代久遠，這裡的房屋老舊，居住隱患突出。應該說，西安碑林區當初啟動改造項目，初衷是好的，既能改善當地居民的居住條件，也有利於激活歷史文化資源。好好的民生工程，如今卻變成了民怨實錄，跟相關部門的草率決策不無關係。一句話總結：前期論證不足，項目倉促上馬，埋下諸多隱患，政策把握不嚴，承諾無法兌現，管理存在漏洞，居民淪為代價。他這個報道挺長的，把這些細節啊、來龍去脈都說了一遍。但是我對這個不感興趣，我只想說什麼？你說說，2020年的時候，這地方人滿心歡喜的搬離自己的家，到政府給你租的地方給你補貼，應該是這樣的。你這地方要拆遷，拆完之後，你這個搬離的人要在另外一個小區有安置房，結果搞了6年，你現在2026年，突然政府通知拆不了，沒錢，我估計是沒錢了。你們還是回來。那問題是你想，那房子就這樣，不要說6年沒人住，你房子只要1年沒人住，那裡面就是雜草，什麼蜘蛛網，房子叫什麼年久失修，下雨裡面就是斷水斷電了。你說現在離開6年之後再搬回去，那地方還能住嗎？這是第一個，那就是所以說居民不願意。第二個，這政府為什麼突然停止？說來說去就是算不過賬，沒錢。你把這玩意兒拆了，對不對？完了之後你再蓋，你蓋賣給誰？西安的房地產估計也是不太好，那全國都一樣。你要找錢，你就把它拆完之後蓋完之後你又賣不掉，你原來的那幫人你安置，還給錢，所以一想算了，取消。這些棚戶區的這些居民就是大夢一場，白高興一場，做了一個6年的夢。這都是樓市低迷導致的，房價還在漲。如果房子還在漲價，那當地怎麼着的也要把它拆了，對不對？那賺錢，你現在拆了是賠錢，所以乾脆還是把你們請回來，各回各家，各找各媽。問題是什麼？我講這個是會不會各個地方棚戶區改造都是這種命運？現在各地不都在搞什麼舊城改造，什麼棚戶區改造，什麼一大堆的嗎？保不齊你就空歡喜一場。他還好，房子沒給你拆了，你還能回去收拾收拾打掃。你如果房子給你拆一半，你還回不去了，你說怎麼辦？那就爛在那兒，新房沒得蓋，安置也沒錢，那就是耗。所以我記得以前咱們說過，你在牆上寫了個拆字，畫個圈，表示你們家發了。現在可不一定，寫個拆字畫個圈，這就不好說了，說不定你們家拆出麻煩出來了。你看是西安2000多戶，有好多人他買老破小，不就等着拆遷嗎？有很多人買老破小，目的就是等着拆遷，他賭。拆遷他就能賺點錢。現在你看拆遷也不容易。我們再看
這個網友發的文章，說的是來自北京的一個北漂，他是怎麼攒錢還按揭貸款的。標題叫月薪普通夫妻1年半提前還貸60萬，北漂的省錢之路。聽着这讓人感覺心寒。1年半提前還貸60萬，那就相當於一個月還4萬，對吧？3萬多就多還了。北漂這條路我們一走就是15年。還記得2011年夏天，還沒畢業的我來到北京實習，轉眼10餘年過去，終於在北漂第13年，也就是2023年11月，買下了屬於自己的二手房。你看买的就是二手房，而且买这個，你說2023年11月買的也不容易，那時候恐怕也天天看着樓市小陽春，急呵呵的買的，現在估計也跌了不少了。他說這套房子總價443.5万，加上稅費、中介費，總共花了455萬。我們湊了165萬首付，背上290萬的房貸，定下了20年的還款周期。如今收房入住剛好1年半，算下來我們已經陸陸續續提前還了60萬的房貸。身邊不少朋友得知後都驚呼，北漂賺錢這麼容易嗎？其實真不是，如果日子真的輕鬆，也就不會有那麼多人感慨北漂的不易了。當初決定買房只是單純想結束漂泊，有個安穩的小家，那時只想着按月還貸就好。可真正開始還款才發現，每月16000多的月供壓得人喘不過氣，加上這幾年就業環境不穩定，工作隨時有變動的可能，一想到長達20年的房貸，心裡滿是焦慮，總擔心萬一遇到變故無力承擔開銷。這買房之前他不想，買完之後他才感覺到壓力。買房之後每個月的銀行的直接從你那個卡上划錢，給你發個短信，才能感到這種無形的壓迫感。買之前沒有，對不對？想來想去，我和老公達成共識，能提前還款就盡量多還，早點卸下重擔。這60萬並不是一次性拿出的巨款，而是我們每個月結餘一點，分批慢慢還出來的。我們選擇了縮短還款年限的方式，月供金額保持不变，但還款周期不斷減少，每月的利息越來越少，償還的本金越來越多。看着數字一點點變化，就是我們每個月最大的動力。也自己給自己套上了一個枷鎖，是吧？就在這個月，我們又攢下28000多，全部用來提前還貸。還完之後查了一下銀行卡，餘額只剩下200多。自從買了這套房，我的賬戶餘額就從沒超過3萬，日子過得算不上寬裕，但心裡卻越來越踏實。你想想，還完按揭貸款之後只剩200塊了，萬一有個3長2短，這不到醫院什麼這個那個的，那他都沒錢。說很多人好奇，說我們只是普通打工人，沒有額外收入，究竟是怎麼攢下這筆錢的？今天就和大家說說我們的做法。首先是做好收支規劃，每年我們都會梳理全年的收入和固定開支，去掉必要花銷，餘下的錢全部優先用於還貸。我們也不懂複雜的理財方式，對普通人來說，提前還貸省下一大筆利息就是最實在的選擇。其次就是徹底改變消費習慣，能省則省。從前偶爾會約着外出吃飯、逛街購物，現在一日3餐基本都在家做，外出就餐次數寥寥無幾。買東西也戒掉了衝動消費，入手之前都會仔細考量是不是確實需要，使用頻率高不高，那些可有可無的物件不再亂買，家裡不用的東西不是隨手扔掉，而是在二手平台能賣掉的就賣掉。你看看，這簡直是勒緊褲帶，是吧？360度無死角的省錢了，沒有長輩幫扶，沒有天降好運，我和老公所有的積蓄都是日復一日努力工作，一分一分攢下來。有人勸我們不必這麼拼，按部就班還完20年也無妨。可身處當下的環境，我們不敢鬆懈，提前縮短還貸年限，不僅能少付很多利息，更是為未來多添一份保障。你說網上這媒体天天忽悠，讓這些人去買房，買了房之後他就這麼玩命的就攢錢還按揭貸款，哪還有什麼消費呢？你說這樣能有消費嗎？所以你看，什麼4月份社零數據只有0.02%，
增長。實際上，你如果扣掉 CPI 漲幅，社零都是負的，就沒有消費。你天天晚上忽悠什麼小陽春，讓這些人把所有6個錢包都收了，200萬湊齊了去買房，哪有錢消費？還有人還貸款还按揭貸款，夫妻倆就是10年攒了165萬首付。如果他不急着買，是吧？他现在買，他差不多也攒了200萬了，买個200萬的全款付了，就沒那麼壓力大，是不是這個道理啊？所以說，2023年上車實際上是個錯誤。還完按揭，卡上只有200塊，交電費、交水費都交不起，這是圖什麼呢？他們可沒有額外收入，那就等着卡上有錢的都是下個月發工資。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